我拍 BSV 電影嘅主要原因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哋其實每一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慾望。我想用電影嘅方法呈現俾大家睇。我哋香港人都比較保守，所以我希望香港都可以透過我哋嘅電影，更多人認識自己內心深處嗰種慾望。正如之前我同大家講過啦，因為我都曾經試過受到佩麗來嘅啟發，咁我都希望我哋香港有屬於自己嘅微電影，唔係淨係日本先有得睇，我哋香港人都有自己香港嘅電影。我為咗準備呢個角色，我特登返屋企對住塊鏡練習點樣做一個奸角啊，或者做一個好慘嘅媽媽啊，或者嗰啲表情要點樣做好啲。我有時都會特登睇啲戲，睇下啲單親媽媽係幾咁慘嗰啲樣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欣賞下我今次嘅進步。我覺得香港嘅情慾電影其實係有得做嘅，因為香港以前都有拍開情慾電影，但係我哋今次嘅拍攝係比以前更加進步嘅。我無論拍攝手法，抑或係製作方面，我哋都更加落足重料，令大家見到情慾電影其實都可以拍得好好。我希望將來更加多人識得我哋 BSV， 因為我哋每一個女仔都好努力。希望大家可以睇電影嘅時候有一個抒發嘅空間，透過電影有一個釋放嘅機會。我希望我嘅未來可以更加進步，無論係演技，抑或係講嘢方面啦。所以我對自己好大期望，希望自己每日都進步，亦都俾觀眾見到另一個我。我為咗電影可以付出好多，只要我接到每一個角色，我都會好無顧忌咁樣，好努力咁樣去演繹出嚟。無論我接到咩戲都好，我都會盡力去演出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藝術角度去欣賞我嘅演出。